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0篇，耶利米书第7章第1到第15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第4章的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进入安息。什么人可以得到安息？就像是耶稣告诉法利赛人所说的话，他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那么没有平安的人才需要平安以及安息。传统上一般在教会里面认为，只有死去的人才会使用安息主怀。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，听起来好像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死人的上帝而已。耶稣基督在论到复活的时候这样说：你们错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知道上帝的全能。他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要跟天上的天使一样，也不娶也不嫁。关于死人复活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上所记载那荆棘燃烧的故事吗？上帝对摩西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不是死人的上帝。你们完全错了。另外，耶稣基督也这样说道：来吧，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8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耶稣基督里得到安息。另外，那一些已经离开上帝的人们也可以的。耶利米先知这样提到自己的呼召与工作的时候，他这样说道：上主差我到圣殿门口，要我站在那里向犹太人宣布他自己的话。于是我到圣殿门口，向进入圣殿敬拜上主的人传达上主万军统帅以色列的信息。你们要弃邪归正，我就让你们在这地方居住。不要再相信那些骗人的话，说我们很安全，这里是上帝的圣殿，这里是上帝的圣殿，这里是上帝的圣殿。你们要弃邪归正，以公平相待，不要再占外侨和孤儿寡妇的便宜，停止在这块地上杀害无辜，不要再拜别的神明，自取灭亡。如果你们改过，我就让你们继续居留在这里，就是从前我赐给你们祖先做永久产业的土地。是的，悔改的人能够进入上帝应许之地，就能够再一次的得到安息。若是不愿意回转向上帝的时候，就如同我们分享过的约拿，那就必须要去面对大风浪的阻止，人们的责难与唾弃，
也要如同浪子故事中的小儿子，要花光钱财，却遇到饥荒，不但没有钱可以花用，连吃的东西他也拿不到，更别说是安息了。就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耶利米先知也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提出警告：你们犯了这许多罪过，我一再劝导你们，你们总是不听；我呼叫你们，你们总是不应答。因此我从前怎样待示罗，也要怎样待你们所信赖属于我的圣殿，以及我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的地方，像我从前对付示罗一样。我要从我眼前把你们赶走，像我从前驱逐你们亲族以色列人一样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希伯来书提到了上帝子民的安息，基督徒要如何得到安息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与这个旧约先知们一样的警告以色列人，如果还活在过去得罪上帝样式的人们，就得不到上帝所要赐的安息。所以正像圣灵所说的，今天如果你们听见上帝的声音，你们不要顽固，要像从前背叛上帝一样吗？在旷野里试探他一样吗？上帝说，虽然40年当中，你们的祖先曾经看见我的作为，他们还是要在那里试探我，考验我。因此我向那时代的人发怒，我说他们都不忠心，又违背了我的命令。我在愤怒中发誓，他们永不能得到我所赐的安息。希伯来书提醒我们，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思败坏，不肯相信，背离了永生的上帝。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，心肠刚硬，你们就要趁着还有所谓今天的时候，天天互相勉励。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的信念，始终不变，那么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。要彼此相爱，彼此提醒，彼此安慰，并且学习倚靠上帝，这样才能享受上帝应许的安息。如果不愿意如此做，就无法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。无论我们信主多久，如果不愿意努力亲近上帝，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希伯来书又提醒我们，因为凡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安息的人，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，正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进入那安息，这样无论谁都不至于像那一些违背命令的人跌倒失败。
要进入上帝的安息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但若学习全然的放手交托给主的话，就必得到安息。诗篇第10篇，上主啊，你为什么离我们那么远？为什么在我们患难时漠不关心？邪恶的人狂妄骄傲，欺压穷人，但愿他们陷入自己的网罗。邪恶的人夸耀自己的欲望，贪婪的人抗拒并藐视上帝。邪恶的人心高气傲，不求告上帝，他心目中没有上帝。邪恶的人所做的都顺利，他不明白上帝的审判，他嘲笑他所有的敌人，他心里想：我永远不会失败。我生生不息，不遭遇灾难。他满口咒诅诡诈，恫吓，所讲的话都是怨毒邪恶。他埋伏在村子里，等着杀人无辜。他窥刺无依无靠的人，像狮子埋伏在隐蔽中，等待着要捕捉的穷人，用网子网住他，把他掳去。穷苦无告的人倒下去了，暴力把他们击倒了。邪恶的人对自己说：上帝不要管这些，他闭着眼睛永远看不见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来拯救我。上主啊，别忘了被欺压的人，邪恶的人怎能藐视上帝？心里说他不会惩罚我呢，但是你鉴察一切，关心人的愁苦患难，你随时随地愿意援助。穷苦无助的人都投靠你，因为你一向帮助孤儿寡妇无助的人。求你粉碎那邪恶的势力，求你惩罚他们的罪行，彻底追究。上主永远作王掌权，异族要从他的土地上消灭。上主啊，你要垂听穷苦人的祈求，你要赐勇气给他们，你要替被欺压的人和孤儿伸冤，使必求的人不再妄施恐吓。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我，放下自己以为可以成就的工作，让我们学习全然的交托的功课，学习依靠上帝，将重担卸给主，得到真正的安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